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正言堂嘅李山元。今日咧會同大家分享屬兔嘅朋友喺2026年丙午年嘅流年運程啦。屬兔嘅朋友咧八字嚟講咧係屬於卯，卯同午咧屬於破太歲嘅。咁但係咧又唔使咁擔心喎，因為破太歲咧今年反而係屬於比較好嘅生肖之一嚟嘅喎。嗱，顧名思義，破太歲咧係容易同身邊人咧有小摩擦嘅啫。但係今年咧有好多吉星入咗去卯呢個宮位喎，天喜啦、喜慶啦、福星啦、天德啦。一聽個天喜星咧，就注定係有喜事近嘅。未結婚嘅朋友咧，好大機會可以拉埋天窗。同埋咧，未拍拖嘅朋友咧，好容易揾到新對象嘅。咁點解咁講咧？原來喺空星當中咧，有啲咸池啊、桃花都同樣入到宮位嘅。咁咸池咧係住一啲色情啊，或者有機會係豔遇啊、一夜情嘅。結咗婚嘅朋友咧，要多加留意啦。因為結咗婚嘅情況底下咧，就唔應該有啲桃色嘅醜聞啊、桃花星嘅。咁另外咧，其實仲有卷舌星入咗去卯嘅宮位當中嘅。咁卷舌星咧就係講一啲同人哋爭拗啦、辯論啦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注意自己嘅言行啦。咁但係整體嚟講咧，屬兔嘅朋友今年好好嘅喎。除咗天喜喜慶啦，仲有福星啦，代表亦都有貴人喺事業方面咧，容易有大嘅突破、大嘅進步。咁至於咧1987年同埋2011年嘅朋友咧，要多加留意啦。1987年嘅朋友咧，極大機會咧，容易喺事業上有好大嘅突破，投資咧好容易賺到錢嘅。但係至於2011年嘅朋友咧，唔好意思啦，仲係讀緊書求學嘅朋友咧，千祈唔好俾呢啲咸池桃花影響，一定要專心學業啦。如果大家咧想知道自己來年嘅運程，關於自己生肖的話咧，歡迎 PM 我哋會盡力解答大家。